兄弟姊妹，大家下晡好，大家平安。感谢主，搁再一届伫遮。特别即马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啦，吼。就咱遮是顶礼拜感恩节，美国是甲11月第4个礼拜，因是感恩节，所以你北美洲来讲，应该讲这段时间拢是提起咱爱来感恩啦，吼。其实今仔日的经文坦白讲，我较早读读的时候，我其实无啥会当了解。当然，咱拢听到真侪上帝的见证。其实我最近嘛是拢有听到，当咱定定听到上帝真好，互咱的恩典耶稣互咱的恩赐足好。我最近听到一个做阿嬷的咧讲伊咧见证讲伊做感谢上帝，伊感谢上帝，伊讲伊的孙就是要进前要申请大学，伊要所申請的大學伫美國，大部分攏摕到，但是伊上假已經下一直無消息，所以我那心情全浮浮沉沉啦所以伊就甲因阿嬷講，因阿嬷講無咱來，伊無講感恩，伊講咱來祈禱求啦尾伊見證講，伊的孫講，哇，你尾最後的階段安尼足煩惱，感覺講我足介意迄個校，為啥無我？雖然伊的成績真好，其他的校攏互伊。到尾伫即個時間要到的時陣，伊接到即個校通知講，伊會當來入書即間大學了對。所以伊真歡喜甲因阿嬷講，所以因阿嬷咧做即個見證。煞落伊閣較歡喜就講，不但聽到即個見證，伊的即個後師嘛甲講，伊最近你病院的即個職務。閣互升官，薪水閣較濟，哇，我足歡喜的，領受這，閣有一項代志，就是一個婦人人，伊嘛是咱教會的一個姊妹，伊迄當陣面對一項代志，就是伊的媽媽身體無介好，因爸爸年歲嘛不哩大，總是迄當陣身體無介好，病院出入總是難免，所以伊也真煩惱。閣煞落因查某囝，因為參加一個要比賽，要離開即個 Richmond， 伊甲外個城市要來比賽，所以伊較早無離開即個城市遐爾遠，所以伊心肝嘛會驚講去到遐爾遠到底要安怎，所以伊心肝總是一方面講煩惱媽媽即個伊若離開，伊爸爸佇遮，伊的囡仔若要閣帶伊出去，到底即個代志要安怎處理？所以尾就甲阮分享，阮就做陣祈禱。祈禱了過，迄前一天伊就見證講感謝主，伊的媽媽你今年初身體無介好啦，病院進出，尾有一日，拄伊要帶因查某囝去外口比賽，會前一站的時陣，醫生忽然間敲電話過來講，你的媽媽即馬愛先趕快愛較緊去即個 ICU， 愛去 emergency 去檢查。伊就講我最近攏有去咧，伊講無，即馬你這一定愛緊去，足危險的。但是伊毋知影啥物危險嘛，所以尾去就去到迄個急診室去檢查，去甲講的時候，醫生甲講，哇，你媽媽這足危險的，若無緊來有生命危險，有生命。所以伊去了伊就經驗上帝借着祈禱來祝福伊所以這樣代志就平安了過。即馬閣煞了，伊查某囝要離開，伊嘛會驚嘛會煩惱。結果伊就甲因查某囝出去時，去半路閣拄着一個基督徒，所以拄有伴。出去伊就較安心啦我相信咱攏聽到這真好，上帝甲咱祝福經過的代志，咱來見證哇！我感覺這嘛是真水的代志。其實這咱會當理解，但是今仔日的經文大家也攏知影，上帝甲咱講，你是每一項代志，每一項代志攏愛感恩，每一項代志攏愛感恩啦。每一項代志代表好代志。會拄到歹代志。其實我開始讀聖經的經文，有當時我嘛家己嘛是會感覺講，哇，這足困難，這足困難的。我對我講，咱拄到一寡代志，上帝甲咱賜福，咱獻上感恩。我想這是真，已經是真自然的代志。但是你拄到歹代志，上帝講你愛感恩這就是對我來講，坦白講，我毋知影。對我開始就講，我相信上帝要賜福互咱，但是。拄到這無好，咱來感恩實在講是無簡單，實在無簡單。所以凡事攏愛
感恩。这样代志，牧师嘛知影，大家拢知。不过，搁再一届借着咱即马的感恩，搁来大家互相勉励，来提起到底上帝甲咱讲每一样代志，无论好代志，还是拄着无好的代志，咱会感恩。上帝的福气是伫倒？上帝的福气伫倒？互咱会当明白讲，正做讲，咱常常来操练凡事来感恩，凡事来感恩啦吼。我今仔拄仔来无拄着迄样大家拢知影迄样啦吼，做爱走马拉松的我。我踮未来讲，伊去迄个维多利亚去走马拉松。其实我足是欣赏伊啦。我嘛感觉伊吼有真好的即个榜样啦。为虾米？会走这无简单呢，一直走呢，佫一直爱练呢。你若无走看觅吼，你若一阵仔无走，你就真忝啊。所以咱生活嘛共款，咱上帝讲，你逐项拢爱感恩啦。其实咱毋是讲袂晓。咱嘛知影，但是是毋是咱常常去操练即个代志？到底要上帝甲咱讲安尼，要带来互咱什么福气的时阵吼，我相信吼，牧师即马要甲大家分享，也是要鼓励大家讲，咱来操练，咱来操练上帝要咱的福气。虽然我知影这样代志无一定较简单，咱的生活当中拄着好代志要来感恩简单，拄着歹，咱是毋是会当共款讲主啊，我要来感恩你，互我面对的即个问题。我相信这毋是较简单的代志。敢若讲我伫讲迄样遐共款，安尼真有即个毅力，安尼你走马拉松的时阵，这其实是真好的锻炼。你有人去锻炼，你无锻炼好了后，你真紧就佫无去，真紧就佫袂去。所以借即个机会，咱大家互相勉励。牧师敢若今日即段经文，就凡事啦，各项逐项代志，你都爱感恩啦。这是上帝听咱，主耶稣，上帝听咱，你主耶稣内底的旨意，旨意的意思讲命令。所以有当咱吼，对我来讲，拄我读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我会当拄着好代志，拄着代志，上帝赐福，我会感恩。我相信大家拢会真出来。但是你真正拄着歹代志，我会当用感恩开始来面对无。我相信这也是操练的过程，这嘛是操练的过程。因为咱信耶稣了，是毋是每一样代志拢较顺遂？我相信大家拢知影无。圣经甲咱讲嘛是无？为什么？亚伯拉罕已经做有信心啊嘛。亚伯拉罕有信心无？有啊。当初上帝就呼召伊要祝福伊啊，要祝福伊，要祝福子孙啊，要祝福万国万族，拢甲讲啊。但是伊一开始去到迦南地时，拄着饥荒啊。你会相信讲上帝讲要祝福我去到即个所在，我照伊意思来到，才拄着饥荒，惊落死啊！要安怎？真简单嘛，人就是讲，我拄着这，我就走来埃及啊，埃及遐有通食啊。我来埃及啊，我去埃及拄着代志搁较惨，若毋是上帝保护，只去了。所以咱信上帝来讲，咱当然知影上帝稳定。不过咱咧行即条路，有真侪时阵吼，上帝甲咱讲的时阵吼，伊咧出来，咱无一定拢完全了解，咱无一定完全。所以你袂当了解，你嘛是会当了解讲，当初上帝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当然嘛是要甲祝福啊，但是你抗疫行遐尼久，哇，这也是疗伤未够。所以上帝真正要甲咱祝福，不过伊一寡代志甲咱讲的时阵，咱无一定完全马上了解。敢若今日讲嘛讲，你逐项拢会感恩啦，好代志感恩，歹代志也感恩。我毋知影别人对我来讲，这嘛是我家己本身爱去操练的代志。那到底感恩对咱来讲有啥物福气？求主帮助咱这时阵压头祈祷。亲爱主耶稣，阮感谢你，阮相信你每一句话，你的心意都是为着要互阮得到对你来福气来讲的。求主你这时阵帮助阮每一个人，总是阮听过这个事项，这个主你的话真侪解，但是主求阮会当真正进入你所要互阮福气的这个命定，互阮真正伫这句话当中。会当得到主你满满的福气。主，阮甲下面的时间交托，求主你帮助咧无路用的仆人，会当按照你的心意，会当明白你的心意，会当甲兄弟姊妹做阵伫即句话当中得到上帝你的祝福，荣耀归于你。阮安尼感恩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所以到底感恩感恩的福气到底是啥物？所以即句话，凡事感恩，好事歹事你拢爱感恩。
好事无问题，但是拄到无好咧。我相信无好，咱一般拢会心做做。我相信咱的烦恼，咱相信会想足济。但是咱一开始一般啦，你会当祈祷就袂歹。我坦白讲，有个人拄到代志，连祈祷都祈祷袂出来，心乱操操到想甲祈祷。我相信会祈祷已经是袂歹，因为你已经有经验会去祈祷，已经袂歹。但是你搁讲加一句讲感谢主，这确实是搁较无共款的程度啦，吼。这程度确实是无共，但是上帝就是要你命令，命令就是你着爱做啊。命令就是意思讲你爱做啊。有时阵会想讲上帝你命令我爱做，其实我着做无啥会出来。你是毋是甲我刁难？我心内阁讲我爱做，但我无你做，我着心肝杂杂。到底为什么我一定爱感恩啊？这代志遮尔无好，我感恩要感恩，要哪感恩啊？我甲上帝求啊，主啊，你互我较紧的闪开就好啊！我着讲感谢主，你互我这样代志。所以有当咱确实讲，有时阵会袂理解，我嘛是共款。所以对着无好的问题环境，免哪会当感恩的。即马现代社会啊，你来看即马现代即个媒体，大家拢希望拢逐项代志愈来愈大愈好，愈济愈好，愈济愈好。尤其是在温哥华，大家人拢讲即马即个物质啊，即个菜卖菜啊，哇，那足济钱足贵。薪水拢无你加啦，大家希望拢薪水搁加一寡，安尼较好，大家拢欢喜啊，吼。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讲，逐项愈来愈做愈好。其实上帝命令咱吼，逐项代志拢爱感恩吼。这内底有一个秘诀啦，伊的意思是，咱若感恩的时阵吼，会当看到上帝的恩典吼，搁较济。而且不但咱经验，咱看会到，别人也看会到。你若感恩的时阵吼，别人会对你的身躯看到一个真奇妙的代志，真奇妙的代志。我捌拄到一个牧师娘啦，伫台湾，伊迄当得着癌症，当然咱知影都会去甲探访嘛吼，去甲说hello啊，去看要甲祈祷。结果去甲伊的病房找无人，奇怪这个毋是得癌症已经真辛苦嘛吼。那病房找无人，问隔壁讲，伊吼拢四界去走咧，伊毋是伊足艰苦的啊，那个四界走。伊讲吼，这个无啥共，这个无啥共。讲吼，伊来的时阵，伊是得癌，毋过吼，伊的身躯我看着讲奇怪，我看伊常常咧祈祷感谢主呢，我看到伊吼安尼心情敢若无受即个影响呢，而且吼，伊搁常常出去其他吼，你若毋是你出去外口看。伊一定咧边仔水，伊一定咧附近遐去共我讲吼，你爱感谢主，你爱感恩，你爱安怎共鼓励就对。因为我安尼我是安尼，上帝会甲保守，伊去共讲啊。这是来讲，别个人对伊身躯讲，这个人确实，他们讲，若毋知的人讲，这个头壳是毋是有问题？你若毋知的人讲是奇怪，这个人是头壳有问题。可能你对我来讲，但是你若甲伊接受一届两届，这个人是安怎会有这个气力啊？面对这么严重的代志吼，伊既然有法度安尼，结果真侪人因为伊安尼，伊嘛会甲有个人讲，无你甲我祈祷好无？这都足正常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吼，因为你安尼做时，别人会对你的身躯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这个的同在吼，互人会当感觉讲，这个人是无啥共。这个人的生命无啥，所以咱若愿意用感恩对好代志，当然咱见证大家嘛真欢喜。但是拄到这个歹，你愿意去用面对用感恩时，别个人伫你的身躯看到上帝，讲这个人为什么有这个气力，有这个信心，有这个会当互人感觉讲足稀奇，这会当鼓励着别人。所以啦，第一点就是讲，咱若感恩吼，用感恩做开始的时阵吼。其实你家己的信心吼会去提悬，你感恩开始的时候，你信心就提悬。圣经有一样代志足趣味，大家拢知影讲哦，这个耶稣伫山顶讲道理了，甲这个黄昏的时间，你当初召集人有5000人以上的人伫遐听伊讲道，讲了8道枵。
上帝怜悯伊，耶稣怜悯讲啊，这个人吼，即马时间已经黄昏啦吼，要叫因大家会使四散去食饭嘛吼。但是耶稣讲看到因，耶稣听因说讲，叫门徒来讲，这个人伫遮，咱安怎来服侍伊，互伊有法度食饭？当然这是一个考验啦，你来去看，这是一个考验嘛。结果有一个囡仔，安德烈甲一个囡仔带来耶稣面前，讲：，才有5个饼，2条鱼哦。你看耶稣尾啊变新掠出来，互5000人食到饱，尾啊佫整整有12个拿嘛，大家拢看到这拢感觉足欢喜。毋过当中有一个秘诀，就是牧师你写的，就是讲耶稣摕到5个饼，弄买伊的时阵，伊先感恩。我请问兄弟姊妹，耶稣是神，伊就直接讲，互大家分，大家食，大家坐好，大家分咧食就好啊啦。这伊个无法度做，咁就一定来摕这起来感谢本才会安尼。奇怪，伊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个动作？而且兄弟姊妹，咱定定咧食饭时，咱是毋是感恩？我尾仔才知影讲，我食饭的时阵，因为较早较无注意，即马真侪化学的物件。你食饭的时阵，真侪化学的物件，你内底你实在毋知影，对毋对？咱感恩感谢主啊！咱食了咱平安咱健康。有人讲你来知迄种，我著感谢，我著感觉这上帝甲已经安怎甲清气啊！我食了我心欢喜啊！我自然感觉足水啊，对毋对？你无感谢，你无祈祷嘛会你做啊。但是咱感谢的时阵，咱相信上帝，而且对做咱真好的代志，咱相信上帝。所以耶稣而且其实伊直接抹落去，大家嘛是共阮食会饱。当然伊讲要12个拿也好，几个一定这是问题，毋是？但是咱看一项细项的动作，耶稣甲这饼拨开，感恩拨开，神灵出现。咱拢看到神灵，但是咱有时阵无去注意，耶稣是安怎要摕饼感恩拨开？伊表现互咱看，所以伊甲咱讲感恩会当咱的对象，互咱会当了解。原来咱的感恩后壁会当产生真搁较水的代志，互咱去经验着，互咱较水的。所以这个神灵发生，是你感恩后壁发生。当然，讲牧师有意思，我无感恩，我嘛发生，我知啦。但是你的感恩代表什么？你对上帝迄个挖口的信心。我相信你捌听过这个雅比斯阿比斯的祈祷，有捌听嘛？有一本书写，足侪人都爱读的吼。迄本书写了，真侪教会牧者好，就甲讲你若信上帝哦，逐项拢好吼，拢讲不一个好，尾仔拢讲迄个成功神学，这本书有问题。其实这本书伊要讲的代志有伊的好处，希望大家会当去了解。但是你若真正去读，这个是利未记，利未记顶卷利未记吼，第4章内底。伊迄当中，你若去甲看迄张记载的时阵吼，伊特别是你讲即个啥物所在，你讲即个人伊的名阿比斯是痛苦的啦，因为伊老母生伊就痛苦啊。伊要甲咱讲，即个人的痛苦是安怎转成有福气。而且即个人其实写里头，伊是即个犹大的后裔，但是犹大的后裔照代笔来讲，伊是做王的即个继承位嘛吼。但是你代笔的后壁。犹大后壁毋是干那大卫即个支派，还有其他的分的嘛？伊特别写伫遮即个所在，要甲咱讲一项代志。伊讲即个人特别有福气，比伊所有兄弟搁较尊贵。你讲你在历代记第4章啊？这就讲奇怪，即个人咧忽然间插伫遮咧讲，有真个人敢若一撮人尔吼。是安怎上帝即个插伫遮要讲即个人？伊就讲犹大后代做王的，即个代笔的后代拢真水啊，搁其他就好啊，过就好啊。尾也讲即个西面就过就好啊。为啥忽然间插一个即个？即个人的祈祷，伊讲吼，即个人对老母生出来时是足痛苦，所以伊的名叫做阿比斯。伊祈祷是安怎讲？伊祈祷讲吼，愿上帝赐予我，愿上帝赐予我。咱可能看即句话无感觉，但是你甲事实上，一个人你痛苦的时候吼。伊认定上帝是伊的祝福时，伊的心是安怎想？伊讲我要来求上帝，我感觉上帝是我祝福的源头。
伊用感恩去看这样代志。所以，愿上帝祝福赐福我，其实迄个心，伊用感恩的心讲：主啊，你是赐福的源头。我即马是真正讲，一日真痛苦的环境当中。当初因去用麦条当然去倒转来嘛，吼。啊，伫迄个麦条当中，因伫环境是，敢若咱较早台湾去互日本统治也好，也是真侪代志。所以伫迄当中的人，其实无一定较好过。所以你讲即个人的时候，上帝就甲即个人特别提出来，是讲你有无看到讲，敢若做王的遐尼好哦？其实上帝看过每一个人，每一个什么人，你面对痛苦的时阵，你若用感恩感谢上帝伊是赐福的上帝的时阵，咱尾也知影即句尾也上帝讲，上帝就应允你，因为伊第一句讲，愿上帝赐福我，会当安怎来扩充，会当扩充，会当甲我生命会当扩大。互我会当上帝同在，啊尾啊迄句，互我有个人讲啊，我就不会经历，我就袂去经历着逼迫也好啊，艰苦也好。其实伊的意思毋是啊，伊的意思就是讲，我相信上帝说，我感恩上帝所带来物件。我知影上帝借着这，互我的生命会当开阔，互我会当经验上帝同在，互我会当面对所有的困难的时候，我会再赢过这个困难。其实真正的意思伫遮。但是，迄个作者甲写对其他去嘛有意思，但是我的感觉是讲，即个可能引出真侪人去无进入上帝的旨意的思想内底。上帝要甲咱讲，即个人为什么比其他人更较福气？因为伊认定伊感恩上帝是赐福，虽然面对这时阵，伊感谢上帝，所以伊要求上帝赐福互伊的生命。虽然在痛苦的当中，伊会当经过上帝甲伊的目睭。所看的眼界无共，互伊去经验上帝同在，互伊去知影讲，伊所面对的这是有法度会当赢过。这是我的理解，甲大家兄弟姊妹来分享。所以，咱若用感恩开始，咱面对无好的代志，咱用感恩来开始的时阵，你知影这是甲上帝要祝福咱的门敲门。咱已经得到啊，无毋对，你得到啊，你来感恩无问题。但是你还未得到进前，你都会当感恩。这是真正，坦白讲是无简单代志，但是这也是咱所咧讲的。信仰真侪时阵，你若相信的时阵，你若倚靠的时阵，你若感恩的时阵，这是会当拍开上帝祝福要临到咱。这是上帝要互咱知为什么伊要命令，讲无论你好代志，无论你歹代志，咱拢用感恩做头前来超连咱，这是对咱大大的福气。所以，这个福气用感恩的时候，已经是甲上帝敲门。我相信上帝，你这项代志，因为万面拢有上帝的美意。虽然我无明白，对着我咧讲共款，上帝带咱行人生的这条路线，有当时阵，咱知影上帝要赐福咱，但是这条路线有风雨啊，有风雨定定会出现啊。要安怎？咱会摇错。但是上帝讲，你感恩，你就知影你无共。你若愿意用感恩入来，你就知影你安怎来经验上帝要大大来授赐予你。因为感恩的信心你就提高，因为我要有对上帝的仰望嘛。我感谢主，我相信上帝伫这件代志有美意会当做，这个态度就无共。我相信真侪人伫生活当中拄着好代志感恩，可是拄着无好代志，拢会加减安怎埋怨。上帝是安怎是我？是安怎是我？那你想讲毋是你命，难道敢卖别人？其实你无这个意思，你讲卖我就好啊。其实有当时这个福气藏伫后壁，咱无一定知。所以真侪讲，咱特别讲上帝的意思，其实咱若愿意用感恩做头前，来看行这样代志时，咱的信心会提高。咱的信心而且这就是福气，甲上帝福气敲门。上帝要开迄个祝福门来，倒伊的福气伫咱的身躯，互咱下当了解上帝祝福要哪入来，要哪入来。所以咱若是有用感恩的心做开始的时阵，其实咱的信心就一步一步会去培养起来。咱的信心会培养，所以我相信咱真侪时阵咱的祈祷无毋对，但是咱一般的祈祷总是咱拄着一寡代志，哦，上帝啊，你著保守我，都无毋对。但是咱会当讲来超着讲。拄着这样来主，我感谢你，
我相信有你的美意，总是我无一定理解，总是我嘛了解我即马的状况，我的心情，我拢会开始主讲。毋过我讲主，我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会当拍开我属灵的目睭，会当互我的心情会当看到，因为我相信你要赐福我，所以我的想法会无共，我的想法会无共。所以感恩毋是讲咱已经得到啊，再来感恩，当然这会得做。但是还未得到之前，咱相信讲这上帝有创有伊的美意，咱就来感恩。你即个前几年啊，吼，你教会有一个机会，当然伊搁较进前，伊当初甲因先生两个囡仔来到遮的时阵，听伊咧见证是讲，伊带囡仔来遮啊，来遮移民啦，来遮做事移民。结果因为真侪代志，伊就拢共租厝，啊，总是讲主啊，安尼租厝吼。毋是办法，伊望会当来买厝，啊，总是伊无遐济钱，伊无遐济钱，所以伊就甲主来祈祷讲主啊，愿你说，你既然带我来遮，我感谢你，但是总是即摆是我需要你帮助我，是毋是会当买厝？伊身躯的钱无够，无济啦，听伊家己讲，差不多20-30年前头1万块加票，但是伊心肝就感觉讲主一定爱想要去买厝，但是。伊的实际环境是无啥可能，毋知是人家报还是安怎，但是伊想要去买厝，所以伊会加减去看嘛。有一天去看到吼，伊讲主啊，感谢你，即间厝我的啊。讲看来就无钱，你嘛是讲无钱咧怪怪。但是伊的心讲主啊，感谢你，因为我相信你已经听我的祈祷。啊，即间厝吼，我有即个感动，讲主你要赏赐我。啊，当然伊就踮遐祈祷，结果上帝真正赏赐伊，去买着迄个厝。这样代志是20-30年前啦。尾仔伊的囡仔大汉，伊的囡仔大汉尾仔娶某，娶某了，伊的囡仔嘛想要去买厝。啊，前几年啊，你厝面的厝拢足贵的，差不多汤好厝都爱100万左右啦，一般。啊，有一间厝确实要卖，啊，逐个迄当咧标价差不多100万、102万、107万。啊，伊个囡仔讲啊，无偌济钱吼，啊，伊嘛要写咧，伊写90几万，嘛要写偌济，我写。意思讲，迄个钱啊，计无甲人比吼，有7个人拢等入去嘛。伊为什么尾仔知呢？伊迄个人甲伊讲的啦，吼，伊讲啊，你着钱同少。啊，当初伊入去已经知讲啊，这无啥可能买得着。伊甲伊妈妈讲啦，伊妈妈讲，咱来感谢主啦。伊讲这着买袂着，感谢主。伊妈讲，咱来感谢主，上帝要赏赐互咱哦，咱用信心来领，免惊。祈祷了吼，迄个要卖厝的人吼，真正卖伊咧。伊的囡仔嘛讲，哇，那遮奇妙，就是安尼。所以咱的生活咱有听过，但是咱爱嘛家己来经验。啊，可能你有经验，毋过有当咱嘛会袂记。所以我对遮为虾米讲，咱即段路，咱就逐个互相勉励。虽然逐个你即句话拢听足久啊啦，啊你也拢知影啦，但是你是毋是袂记的？所以借着这段期间，大家搁互相勉励，对每一项代志，无论是好的，还是面对咱感觉无遐顺遂好，咱拢讲主啊，感谢你。咱用感恩做头前，来经验上帝，互咱如何来看这项代志，咱要来经历。所以感恩会当改变咱的眼光啦，感恩会当看到上帝，上帝你这个当中，因为你有感恩，你就有期待嘛。你毋是话讲主，我感谢你，我相信这个你。当然有个人讲，我牧师，我确实嘛捌祈祷，敢若无成就呢，兄弟姊妹。无毋对，你会拄到这，但是咱犹原用感恩来看代志。我相信对我来讲，我的经验嘛是，有当时你祈祷，比如讲我讲一个较简单的，为我家己的这个身躯无好的时候，我嘛祈祷啊，主啊，感谢你吼。但是无一定马上被医治呢。无一定，但至少你感谢的时阵，你的心会较平静。你相信上帝会甲你看过，所以我嘛常常讲，总是来到主的面头前，咱献上感恩，咱为这的大爱来祈祷。当然，咱有祈求，所以上帝讲，咱照着感谢、祈祷，甲咱所讲的代志，甲主讲，主会保守咱的平安。所以感恩是一个咱会当拍开上帝要祝福的这个窗仔口。也是咱信心会当提高，会当来经验上帝伫即个代志当中，要安怎为咱来看到伊所做的恩典。所以这是爱操练的过程，这是爱操练的做。
所以一个人来当感恩做开始的时候，咱会当愈来愈经验上帝的信息。所以咱会当经验上帝。所以求主帮助咱啦，咱的生活当中，当然我相信咱伫顺境的当中，咱会感恩。咱伫无的当中，咱会求。我拢感觉这是真正常。如果咱若会当无怨叹，也是无埋怨，甚至有咱往搁较进一步讲，主，我感谢你，这样代志既然临到我相信上帝有你的美意。我相信上帝，你伫遮要开发我生命来经验你的恩典搁较大。我相信咱用安尼来祈祷来看上帝伫咱的各项代志，咱可能会看法，咱的经验以及咱经验上帝的数，一定甲别人无共。所以而遮大家彼此勉励，勉励就是讲，咱的生活当中，咱用感恩来做咱的态度，来做咱每一样代志的看法。来做开始，而且这是上帝甲咱讲的，这是伊的命令。咱来操练，咱来操练，所以感恩会当提高咱对上帝信心的这个投靠，会当投靠过去，叫做投射，投射要安怎讲？投射要安怎讲？就是会当反射过去，反射过去。你若用安尼去讲的时候，你的眼光，你袂去看到这项物件，敢若看到这项物件，其实。尤其是咱若拄到无好的代志你一定捌听过这个代，这是事实的。乌帮一个老师，你乌帮顶悬摕粉笔用白色的粉笔，你乌帮画一个足大的，你看画一个。问学生，恁看到啥？大部分的人拢讲看到啥？看到老师画迄个白白粉笔迄个，已经足大个啊，对不对？老师讲对啊，你看到这，你有看到迄个乌帮乌的较大条？看袂？这就是咱生活基本，咱代志发生，咱定定看到这样代志，这样代志放大，这是咱常常的正常。其实咱来当放开讲，这样代志是上帝允准的时阵，上帝你另外口要互咱来经验，所以上帝讲万事拢互相效力叫这个爱主的人拢得到福气对无？凡事拢有上帝的美意，咱拢知影呢。但是因为咱常常无去操练这个代志，所以何时阵咱的信心嘛好。咱所面对，咱常常有这个软弱的出现。我相信这拢是正常，但是上帝提起咱互相勉励。所以伫生活当中，咱用感恩做头前，咱相信咱会经验上帝的信息，咱家己的信心一日比一日较加增啦第二样，感恩会来改变关系。感恩会当改变关系。我先讲一项，这个事实的代志，就是一个大学生。一个查某囡仔大学生，伊尾也去教会，伊本来无信主，尾也去教会，去教会了后，伊就伫教会聚会嘛。聚会有一日，伊甲牧师讲：“牧师啊，我来教会了，我感觉确实我的心有去上帝摸着改变。”伊讲安怎？伊讲我就细汉的时阵阮爸爸常常无伫厝。若大概若有伫厝的时阵就是。对我来讲我拢足惊。讲为啥你会惊？伊讲伊拢对我足严的啦，足严的啦。若无讲话就无讲话，足掂的啦。大部人一定有当较安静嘛，无像妈妈就足严的，搁足有代志就足严的。若无代志拢掂掂无甲伊讲啊所以伊查某囡仔会惊嘛。一直到高中考到大学了后，就搬出外口住嘛，对无？所以伊就真少甲伊的爸爸有互动的关系嘛。因为伊会惊咯无但是伊去教会了，伊慢慢听牧师的讲道啥，伊就是讲，这嘛是无好事，讲要甲老爸来恢复这个关系，会当更较好嘛。所以伊去问牧师啦。伊甲这个故事，伊甲伊的事项拢讲互这个牧师听。牧师听了讲，哎呀，实在无简单你的成长确实面对这不过我相信你台湾囡仔团一般。做老爸对囝儿的要求也是话语也无像，就是我了解讲，总是做查甫人可能讲话袂遐水啦拢是望囝儿也好，所以有当讲真严格来要求嘛，所以有诶会惊嘛，看到许大人就惊，所以咱有做严父嘛老爸拢是严父慈母所以会惊也是讲无爱接受所以自然这关系就疏远嘛但是伊咧做内底伊望所以。牧师就甲讲，你实在这样的，你既然有这个心无牧师甲你建议啦
伊讲牧师要安怎？伊讲吼，你吼无毋对，你会使甲你所经过，你会使写，毋过你搁写一项，你想看觅啊？想看觅啊？有一项会使甲你爸爸感谢袂？伊就开始写，写到尾来讲，哎呀，有啦，一定有嘛。为什么？伊讲吼，因爸爸虽然足严的，因爸爸虽然工课常常咧做是无常常咧厝的，转来就足严的啊。但是忽然间想着讲，这个爸爸嘛是真认真咧食头路趁钱，来维持这个家庭的需要嘛。伊就头前写了，伊尾就干那写着讲，无论你讲安怎，我即马要感谢你，因为我也是感谢你才拍拼趁钱来维持这个家庭。怎即个花寄出去？无偌久因爸爸就收转，就搁寄倒转来。因爸爸讲，我看到即个批我目屎一直流。其实，这是我搁讲一样代志，这样台湾等下继续讲。有一届离即个美国即个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姐妹，因为伊到阮伫线上有咧读经啊，伊要转去台湾，伊嘛是有即个情，伊讲牧师啊。我想要甲阮爸爸传福音咧，但是拢毋知要安怎讲较会好势因爸爸妈妈阁信佛咧伊讲牧师，伊问我讲牧师要安怎做？我讲这样代志我捌经验。我讲你第一项，你甲你爸爸讲，你若看转去台湾了后，你就第一句讲，爸爸，多谢你疼我，嘛足爱你。即时阵我嘛甲我得到同好诶即个上帝福音，我要甲你讲，安尼好毋好？因爸爸拢还袂听上帝福音，就目屎流，足感动诶！伊甲我讲安尼，所以你知影感恩讲出来时阵互人诶心会当得到足温暖诶物件。我去大陆传福音去上海去一个店，咱台湾人一定较好礼嘛，台湾人也较温柔，都人甲咱帮忙，咱就讲谢谢，这是一般咱拢真正常，对咱来讲咱真正常。你知影迄个上海诶，即个查某囡仔20通岁，伊做服务业嘛，咱甲说，伊就讲你对台湾来我讲嘿啊，恁台湾人遮尔啊好，我讲安怎样？伊讲我伫遮做是足久啊，有人甲说是讲足少诶。足少诶大家拢看伊敢若讲来诶人就是敢若头大头家，你著辛劳你著服务著应该嘛咱台湾人去客气嘛，咱就是咱诶惯势嘛咱著甲谢谢辛苦咯安尼讲。伊讲哇，我今仔日为恁服务，我做有价值诶。为你服务，我做有价值诶，你听有无？伊有感觉讲我安尼做，我做有一个成就感嘛。其实坦白讲，咱就谢谢你也无啥物就是讲知影你甲咱斗相共，你做这甲咱介绍啥物，咱甲多谢。伊讲因遐足少，我家己坦白讲，伊讲安尼，我家己嘛有感动。哎哟，咱一个感谢，咱的生活当中，咱坦白讲，咱这是真自然，咱无一定讲爱人安怎，但是伊所领受的无共，伊所领受的是一种肯定，伊所领受的毋是讲伊做足好的，但是伊有即个互鼓励的即个感觉。伊讲哇，恁台湾人遮尔好，我讲毋是啦，这就生活，阮就是安尼嘛你看，这就做，敢若做外交共款咧，安尼讲咱来知。所以兄弟姊妹是安尼啦，你讲，咱伫教会时阵，其实咱嘛知影讲，咱拢伫即个所在爱心，伫爱心的当中讲成熟话，对毋对？对毋对？对嘛所以有当时咱真个代志拢感觉讲，这个做毋对，我甲你讲是为你好啊。但是有当时咱是用什么方式来讲？毋是用感恩来讲，先讲你这就安尼感觉讲你就做毋对。其实咱若会当阁有智慧来讲感谢你，哇，你辛苦咯讲是这咱会当安怎较好？我相信无共。有个人讲我就直条条的人，我就安尼讲，我就安尼讲。其实我的意思讲，毋是讲你安尼，毋是讲做毋对袂使讲，是讲咱会当先用感恩来看这项代志，伊所做的。大家来教会做代志，拢是volunteer的，拢是因为听主的心去做的。但是咱有哪讲你就家己要做，你来遮，你就因无做毋好，我就甲你讲安尼啊。其实我袂使讲你的个性其实咱会当用感恩来看这项代志时，兄弟姊妹，咱做伙你服侍是毋是更较欢喜？
咱就互相咧服侍，是毋是更加会当即个气氛也好，还是互相你会感觉互人肯定，还是讲我虽然知影我无一定做了好，但是我第一项我感觉用感恩的时阵，大家会当去互相感觉迄个感情会烧啊。你看保罗你家内底时阵，伊每一张批若写去教会时，伊拢先写感谢上帝，拢感恩啊，感恩上帝甲咱加做伙，用感恩的心去看教会的代志。其实这也是真咱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互相会当勉励甲学习的代志。每一个人做这样代志，毋是拢应该的啦。大家拢因为听主的关系啦，但是咱嘛知影咱无一定做了完全，但是咱会当用感恩的心去看伊愿意做，先感恩。啊，当然咱大家互相勉励，会当愈做愈好，这是足水的代志。但是有的人伊会感觉讲，啊，这你安怎安怎？实在讲，咱毋是讲伊歹意，但是这是咱的每一个人表达的方式。其实咱来当用每一样代，咱若看到无好的时阵，咱毋是无要讲无好，咱是用感恩来看这样代志。哦，所以你环境无好的时阵，嘛是共款，咱用感恩来看这样代志的时阵，咱中间的这个感情会愈来愈好。你若毋是，你倒去厝诶试验看觅啊！你逐工甲恁某讲一句恶落的话，你看伊安怎？啊！你甲你先生讲，逐工若看到伊，你就甲讲一句恶落的话，甲感谢的话，你去想，你去经验这就好啊！大家会使去操练嘛。啊！你讲牧师，你讲真简单，我嘛知影讲真简单。所以我拄则你讲，咱大家知影，但是咱有去安尼做啊？无，咱就是大家互相勉励啊。所以借着这感恩的这个时阵，大家搁再提醒，上帝甲咱讲，咱就凡事感恩啦。啊，感恩，互咱当中的即个较早若无好的时阵，会当恢复，会当恢复。因为咧，感恩啊，会甲即个温情放大。你感恩的时阵，即个温情会放大。啊，彼此之间的即个敌对啊，会减少啦。你若无相信哦，你看台湾的即个政论的节目，你就知影啦。每一个拢是往即个无共款的迄个，大家咧讲安怎安怎，结果就袂好势。咱坦白讲，如果每一个人往无共款的角度去看来讲，每一个所做，大家拢讲为着这，那我讲的是实实在在，为着你做，大家用互相感恩去看，大家愈来愈好啦，一定愈来愈好啦。大家袂必要讲你甲我对敌愈来愈歹啊，毋是讲毋对袂使讲啦，是要安怎讲？是要哪去分享？上帝讲，咱爱有温柔的回答，咱爱有智慧来回答。啊，这都是咱爱面对的挑战，毋是讲咱自然就会晓，毋是咱自然就会晓。所以你若会当用感恩的心情去看每一件代志的时阵，真侪代志会化解，会化解掉。啊，所以这个代志就是大家学习。大家知影这个约瑟迄当阵去互伊的兄弟卖去埃及嘛，对毋对？啊尾啊，大家嘛知，伊做埃及的首相的时阵。伊的老爸甲伊的兄弟尾仔拢接对埃及去，过了真好嘛。结果伊老爸死的时阵，伊的兄弟会紧张呢。伊的兄弟就讲，较早可能老爸时阵伫的吼，即个约瑟可能看老爸的面子吼，佫对阮袂歹。即摆老爸无伫啊咧，伊会较早的代志表出来无？这兄弟会惊啊。约瑟讲。这所有的代志拢是上帝的恩典。你可能你安尼想歹无毋对，但是伊感谢上帝，伊知影这是上帝要祝福，互咱做伙的时，所以大家的感情会，就迄个惊吓就化开去。我毋知伊安怎想啊？较早老爸时阵伫可能会啊，但是老爸无伫的时阵，是毋是伊会对我安怎？所以咱对这个约瑟的身躯嘛，看到讲，原来感恩，互咱的感情会愈来愈好。兄弟姊妹，大家若做阵，用感恩的心情看每一个服侍。毋对，咱无一定做了完全。毋过感恩，大家互相感谢，伊愿意安尼做的时阵，其实大家做阵的时阵是足欢喜。这个互相的中间，对这个毋对的代志，毋是讲无哦，伊会变势去，伊会变势去，吼，伊会变势。所以呢，感恩互人看到，毋是人的问题，感恩互人看到上帝的同在，会当看到上帝手伫咱的当中啊。因为上帝甲咱讲，你着感恩，咱所以咱对这咱第一样想着上帝，第二样这个听得出来，这个听得出来，好，这个听得出来。所以感恩是啥物？是这个听堂的言语，听堂的言语。啊，上帝甲咱讲，若有听，会当暗藏真侪错误的代志。
毋是讲伊无错哦，是会当甲即个物件包起来，甲即个物件甲安尼整起来，互伊讲无着，咱会当改变，咱会愈来愈好。所以感恩会当来改变啥物？来改变人甲人中间的感情，会当改变。所以咱嘛求主帮助咱啦。咱的生活当中毋忘感恩，加做咱生活当中的即个常态，加做咱的生活的态度。咱来对细项代志对倒一开始做。有当你讲我牧师要对啥？开始简单，我对他讲，对你食饭3顿就好啊。我发现即马真侪教会即个少年的即个少年带妈妈妈妈带囡仔这，因食饭无咧祈祷的。我嘛想，我讲你哪拢无咧祈祷？食饭爱祈祷，讲着爱感恩啊。其实人来是可能大家爱提醒啦，互感恩加做咱日常的正常的生活，互囡仔嘛会当看到，互囡仔嘛会当去了解讲即个感恩，感谢你，感谢我，毋是每一件代志拢自然。毋是用感恩看，你就自然看到上帝恩典，看到上帝互咱的生活互动的当中有真水的代志，互咱会当感受，这是足好的代志。所以求主帮助咱伫生活当中，咱来操练感恩，成做咱的常态，常常来做。当然，我相信我嘛会袂记，你嘛会袂记，毋过咱就是互相提醒，我对你讲，咱常常来操练，操练慢慢愈来愈惯势。像我细汉的时阵，咱就教你讲，你拄到人爱说 hello， 问好嘛，拄大家拢多谢，请，咱较早细汉拢安尼咧教嘛，咱就较即马我毋知影，即马囡仔敢若看到人也袂去甲你招呼嘛袂甲你讲特别，讲敢若理所当然的。你就感觉这囡仔哪安尼？是因为什么？因为伊第一点可能无人甲提示，第二点伊无关系做，咱嘛渐渐袂记，感觉这就袂要紧。其实。咱失去真侪祝福，所以上帝甲咱提醒嘛是共款，讲你着凡事爱感恩，凡事感恩，这就是大家互相提醒来做。感恩不但加做咱，而且感恩会当改变咱的生命，改变咱生命的品质。有一个少年人伫台湾，因为台湾真侪人骑奥多摆，落雨天骑奥多摆你骑起来落雨，有当无注意会出去。伊骑奥多摆出去了，出倒骹断去，送去病院。按爸爸妈妈来，你知影囡仔来了，拢嘛你啦，你骑奥多摆出倒拢是我，老爸老母无法度，就已经受伤送去病院。囡仔讲，拢嘛是你。讲奇怪，你骑奥多摆出倒拢是我，是大人大概袂讲，伊讲拢嘛是你啦。你若互我钱买车我就袂去骑奥多摆，就去出倒。你是大人你出倒讲护士来啦骹落跋当当然疼护士甲帮忙甲要你嘛较细腻诶，你遮粗鲁，我都疼要死你嘛甲护士骂一顿护士面懵下就出去所以来看诶人因为可能咱了解伊跋倒骹断去确实疼所以无爽快，所以伊会表现真侪代。有一个牧师落去，牧师去甲看了伊安尼讲，你有甲讲看到伊安尼表现了嘛？伊讲伊就自然安尼。牧师讲，你有想要更紧好？伊讲我当然嘛想要，我足疼咧。我当然嘛想要紧好出院安尼。伊讲牧师甲你建议，安怎会较紧好？牧师讲你若爸爸妈妈来伊若摕物件你食，你就你要感恩护士来甲你嘛讲多谢。伊拄仔来讲，我真有法度听到要死命来讲。伊讲你试看卖这帮助你更较好，会紧好。伊讲，敢有影，敢有可能？伊讲伊就去试。牧师讲你要较紧好，你试看卖结果伊第一天去做，第二天去拄仔开始做，当然会嘛。愈做就愈顺，愈顺的时候，伊讲真正脚愈来愈好愈来愈健壮煞了未完全好伊就开始坐轮椅去世界讲喂，你有病要较紧好，你爱感恩你甲护士讲伊家己迄个个性改变，伊家己毋知影。伊讲奇怪，老爸老母讲安尼来变安尼，伊讲阮牧师甲阮讲安尼感恩安尼做。伊发觉讲伊的心情也好，伊对人对也好，伊的病情也愈来愈好。所以感恩会当互咱啥物？咱的生命伫不地中慢慢改变，不但咱好，对人嘛好。
圣经里面有一件代志，大家拢知啦。10个即个得大麻风，耶稣经过即个得大麻风的即个参政的参头的时阵，有10个人来哦，讲耶稣啊，救啊救啊，吼有啊无？耶稣讲好，伊伫你，啊你即摆去互祭司看，有啊无？啊10个去，结果有一个转来呢，你有注意耶稣真趣味哦？耶稣讲啊，其他9个咧，耶稣为啥要问迄9个？他们讲因规个病医好真欢喜嘛，啊，等于社会嘛真好势嘛，敢若一个转来感恩嘛吼。耶稣讲爱9个，啊，耶稣你会讲安尼？啊，人就好，感谢咯，啊，就出去就好势，啊，你遐计较，耶稣计较这吗？耶稣特别讲，转来甲即个人讲一句话，讲啥物？会记得无？讲啥物？你的信救了你。请问听着即句话有啥物意义？你若听到即句话，你若看到即个人徛咧，耶稣讲你的信救了你咧。甲迄9个人你外口甲社会拍走，甲人一定你做伙有啥物差别啊？耶稣讲你的信救了你安尼尔。若用外表看伊甲别个人有啥物差别？有差别无？表面看无差别，但实际上有差别，有啊。耶稣的意思讲，你内底物件，心灵的物件，毋是外口医治哦。因为你爱知影，得大毛病得大毛病的，因的心的自闭也袂，我每一个人无。耶稣讲，你的信救了你，伊内底真侪心灵的物件医治，而且上耶稣讲你有永远的生命。外表看差不多呢，但是内心完全无共。所以，咱会当感恩咱的即个表达的时阵，咱会当经验着上帝恩上加恩，福上加福。有当时讲外表看起来无差不多，但是你的内心就已经无，你的生命已经无共。所以，咱信耶稣的人，其实对我来讲嘛是，我当初我毋捌耶稣，我毋知影凡事感谢，确实讲。但是捌耶稣了后，慢慢个咱定定拄着啊，感谢主，感谢主，也做咱大家互相，这就咱自然了嘛。因为咱凡事拢受到咱所有恩典对上帝遐来，咱感恩。毋是讲咱拄了每一件代志都好，毋过咱的生命已经慢慢被改变，愈来愈成主的囝，主的心意，这是真好的代志。咱来讲大卫好啊，大卫真早就去互撒母耳来压力做王，而且你爱注意，伊做王迄当阵少年的时阵，上帝已经压力做王时，伊扫罗是毋是因为去互魔鬼来搅吵时，找即个大卫入去宫殿甲弹琴？照你讲是毋真顺势？按日要做王，煞落已经入去皇宫，煞落扫罗看伊弹琴，心拢平静，煞落甲伊走到叫伊哦，这就是要接王啊，对毋对？结果这代志变倒转反转呢，反转扫罗王要甲刣呢，一直甲拎呢。所以你若去看大卫写即个伊即个咱写的这诗篇，伊真侪代志拢，我的心我感谢主。你知影咱知影大卫无完全是毋是安尼？但是大卫上帝安怎看伊？即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大卫做的代志有水有嘛有无对的代志，嘛有真可恶的代志啊！伊共陷害啊，互人的先生去战场战死啊！哇，这足歹啊！但是上帝讲，即个人大卫是合我心意。奇怪，伊看起来无安尼好，哪会合我心意？你要注意看。伊咧写真侪文，写一诗篇时，伊其实伊的心，虽然伊对上帝有真侪嘛毋知影，也是讲伊有真侪需要，也是，但是一般你甲看，伊拢感谢主，伊拢用感谢。所以牧师伫遮嘛是要鼓励大家，咱无完全，毋过咱若愿意照上帝甲咱讲，照圣经甲咱摕，咱凡事来感恩的时阵，咱会当互咱的主欢喜。会当互咱的主欢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是会愈来愈好，因为你安尼做，你就愈经验上帝的恩典，愈经验上帝的恩典，咱的生命就敢若一直对下面一直深落去，一直深落去，咱的顶悬的树啊，果子会愈结愈侪。所以感恩是一项上帝要咱福气的即个导管。
但是咱坦白讲，咱真侪人知影，我对遮讲知影，可能但咱无常常咧做，也是有人毋知影。所以求主帮助咱，既然你即个咱感恩的即个时段内底，咱来回想，咱来开始搁来敲咧，互咱会当诚做更较有福气的人，安尼好毋好？安尼好毋好？咱会记吼，大家互相勉励，毋是讲咱马上就做到哦，甲像迄样遐共款哦，有意志力安尼甲走，一直甲走落。我若看到伊，我心中充满喜乐，足有气力的咧吼，那是我的榜样所以。感恩，互咱定心看咱生命无共，你活着更较有意义啦。你知我意思？因为咱知影上帝赐生命互咱，这永远的生命是咱不但咱得到福气，嘛要加做别人的福气。你活的时阵，你的目标你真清楚，你毋是干那看到家己呢，因为有上帝的旨意伫咱的当中。上帝意思会使我，所以咱会当对这个苦毒的当中被透白出来，会当苦毒被透白出来。有当我对着你讲，你有当看我歹一直安尼想来想去，咱用感恩来看，你会去透白你的身体，像迄个囡仔共款。尾骹虽然无马上好，但是伊的心情人完全变。伊周围人看到伊人变。感谢主所以会当互咱对即个苦毒来透白，咱袂去互苦毒去绑掉。咱会当进入上帝要赐予咱的即个命定，这是上帝要赐予咱的命定。所以有当时咱无一定了解，但是咱即马若了解咱就求主来帮助咱，对咱即马开始，虽然咱袂记也好咱搁来做就好咱搁来做就好所以感恩毋是干那礼貌尔，其实伊是一种能力，即个能力互咱的信心会当扩大，即个能力互咱会当人甲人中间搁来愈来愈较水。这个能力，互咱的生命不断的改变，互咱愈来愈讨上帝的欢喜，会当讨上帝欢喜。所以咱用这个感恩做咱生活的态度，上帝的恩典不但你家己得到，也会当互所有的人拢看会到，周围人看会到。上帝的恩典就福音就自然传去。有当咱讲咱讲偌济上帝福音的道理，无毋对，这真好。但是咱嘛讲咱的生活，嘛是诚做上帝福音的见证，咱拢会当安尼来做。有当讲无需要圣经读无解释不要紧，咱嘛是继续来读。咱生活会当用感恩来表现，咱是属于上帝的时阵，人对你的身躯会当看到上帝的恩典，也会当诚做传福音的方式。所以今仔牧师讲这，希望咱大家会有听到，会当领受，咱就大家互相勉励来做。最后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感恩节日平安喜乐，咱做阵压头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总是你的命令有时阵阮无明白，但是照着今仔日，搁再一届你来提醒阮，阮所领受对你来的命令是为着阮的福气来设定的。愿每一个兄弟姊妹今仔日照着上帝主耶稣你的话语来提醒阮，互阮会当得到这福气满满伫阮的当中，互阮每一日用感恩的心情来看每一日。主啊，我相信阮就是迄阵通有福气的人。该荣耀归于你，平安喜乐充满伫阮的当中。这是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